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睇咧喺无限嘅中间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感谢大家啊！本提供呢，就主要是提供本读研究与写作嘅乡亲啊，写客家白话语同文嘅参考，提供本大家做嘅参考。大家都会知道，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以及不同行业吧，都各有不同嘅语言、语言、文史、文艺，同时在呢个歌曲词嘅用法方面呢，也有所不同啊！所以有不同，所以研究客家语同文啊，要有法度、深度、正确度。一三度甲挖空嚟增有方法有法度，研究何些一个主言客家嘅语言，客家嘅语言，尤其是主言，在教学方面啊，必须来好好嘅来了解嘅结构，咬字用语言才会分明安尼哈。同时坚强各位中乡亲大家，我嘅录音，请大家嚟多多听、多参考，在注解方面呢，也嚟多看。本文多读嘅技巧嘅客家语、客家文，自然为通顺流利，同时对客家嘅语文方面有咩嘅语言嘛，真有办法传统下去安尼哈。以上呢也注意点，另外呢，同大家讲起一个当时也客家教育部同客家委员会啊，用联研室嘅时间呢，有多方面呢，提供俾大家做个参考。亦就就会讲啊，客家实验语嘅提升嘅语言嘅方面，因为一个客家联研室嘅韵母语嘛，有啊、o 安尼。同时各嘅啊嚟讲啊，是有哇啦呀嘛能硬加巴啊等叫音，所以在语言嘅体则是啊，是个啊，整个的个啊，整个嘅一个是单位名词。头前而讲嘛个喏，个数词。毛主字是名词，亲像讲啊，7咧，9咧，18安尼啊，只是在那个代名词呢，只是廿嘅、廿位、嘅耶，一个就是个提上嘅，要用整个的个。第二个呢，就的呢就是副词，副词在文法上来讲。首先就讲形容词、动词安尼，所以我有经常讲有诶、风诶、拍嘅，个很咩乜嘅东西安尼，也都听以上嘅用的，我的的。第三上嘅呢，就用介绍的介一个提倡嘅一个提倡介系词，介系词。头前咧讲乜嘅喏？名词、代名词，甚至讲阿公诶、阿姨诶、阿婆诶、老太爷等等。但是现实教育部同客委会联研室提倡嘅语言诶，一概都系用单脚嘅语言冇用到本一嘅呢呢是本言。冇用语言，一个语言要有声母、韵母、声调安尼，列下呢一个一啲都用个单脚嘅也促成了一篇文章，底里有多则是可以讲10个则是个单脚嘅，用安尼用下去呢，又不符合文法嘅用法安尼。请各位乡亲大家多多参考研究一下，也希望客委会
同教育部呢来到共同来研究一个体语言的用词。然后呢，一个语言呢是实体字，嘛个呢实体字呢望文生义啊，一个儿童学呢是容易共谈的声音不同，意义意思不同，安尼好来，我们来看本文，客家双语，客家双语绘画第11课，开拓双语，口文意思一语。对照慢慢的读本，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慢慢的读，安尼开拓双语，让我写一篇文章。一篇文章是用一个符合研究一个经济学、市场学同企业管理以及一个品质管制 QCC 一个来写嘅文章，安尼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多多参考一下。好，我们来看本文。那个戏中人，客家话用戏唔好用劇戲中人，戏理事長、小理事長、賴理事長三位一個理事同理事在共下討論討談。理事長就講我認為一般成功嘅人會尋方法。失敗嘅人呢，會去尋理由嚟做解釋，係一點呢非常有道理也就係講成功嘅人會尋方法用佢嚟做，失敗嘅人呢會去尋理由用佢嚟解釋嚟做主動安尼。就理事長這是一個事，這是當然啦，愛是講。那個理事長就講唔得有聽過賣詩嘅本和尚嘅故事嘛？唔得有聽過賣詩嘅本和尚嘅故事嘛？賴理事長講小詩人，他個有咩？啲和尚嘅係講頭話，小理事長對出家和尚嘅那有頭那麼好，是喏，賴理事長講保證冇辦呢，和尚會買嘢，保證冇辦呢，和尚會買嘢。理事長講但是之初事業老闆偏偏派業務員將事業拿到山蛋糕為廟堂去賣。小理事長講你係做事業老闆想法讓我安生氣惱，賴理事長講愛啲，事業嘅老闆腦筋必定有問題，心理係有變態。理事長就講唔得嘅想法同一般人嘅想法是同樣嘅。小理事長就講一個請問理事長，嘅事業嘅老闆係自家人去，也係揾便宜去買喏。賴理事長講賴理事就講一天喊業務員去買。理事長講對，業務員去到廟堂時，體育嘅業務員其實看到全部和尚都係光頭冇頭那麼，小理事長佢一天翻頭就走，出門，賴理事長講那係賴理事長，那係咩？那係戲藝，有咩相同？
落米诶走到米下市，落米诶走到米下市，一个米粒粒不走。理事长就讲，但是理事长就讲，但是邱理事长又问，有还有但是哦，但是哦，事诶那都三党没有同嘛，那嘿有胜利挨夜头呐，挨夜头呐，人剁下来分做蹲头的草小凳子，蹲头的草。来理事讲，嘿，加上挨夜粒头本，来理事讲，加上挨夜粒头本，一共有两粒头拿来做保证。理事长就讲，有样章来讲哦，有样章来讲，唔得两者忙好安格下天论，唔得两者忙好安格就来下天论。邱理事就讲啊，莫上再个派你去买啦，莫上再个派你去买啦。理事长讲，事业老板要派另外一个业务上山去买事诶。邱理事就讲啊，迄唔咩穷养无人买，迄唔咩穷养无人买。理事长讲，人个两位业务员买多当做事，买嘢一记。邱理事就讲哦，讲到网上诶卖事诶，那有可能的呀？那有可能的呀？来理事个又在讲哦，来理事又在同时在讲哦，真系木库诶行路，库仓诶督到金子，督到舒缓呢。理事长讲啊，业务员心肝独立，听到爱唔得，三步做两步，就转来同老板讲，有和尚嘅同意买一支10个月，买10个月。邱理事就讲啊，给老板一听，感觉到相当有顺手咁希望。给老板一听，感觉到相当有顺手咁希望。来理事同时又在讲，给老板反应有样板，一个理事长，许理事长，许可嘅许哈，老板一句话也冇讲，啊，邱理事又问咯，迄乜嘅意思呢？两点咯，迄乜嘅意思呢？理事长讲就讲哦，因为伊将事诶买本一个拄好拨出头为小和尚啊，莫用就图讲，莫用数字甲去管出头皮诶呀，莫用数字甲去管出头皮诶呀。邱理事同赖理事就同时讲啊，哈哈哈哈哈！天下事无奇不有，天下事无奇不有。邱理事又讲，真系木库行路从诶督到金子，督到输款呢。赖理事讲，过迄种还有派你去买毛，就问理事长哦。许理事长讲啊，有10个老板又在派第3位业务员上山去买。来理事讲啊，哎呦，客家嘅摊子，嘅老板实在系硬
硬壳嘅故事无，硬壳嘅故事无，个古董就系啦。像历史就讲啊，茅山三党庙堂全系猪头皇帝、猪头和尚啦。我唔相信，历史上讲啊，也摆比上摆生意要过好，一腔买嘅十几，今天就算来向老板报告，来历史就讲，礼拜四嘅头家面孔一定有该欢喜嘅，一定该欢喜嘅，一定有欢喜嘅。历史上讲啊，欢喜是欢喜，欢喜是欢喜，唔系真欢喜，唔系真欢喜。来历史讲啊，有样板讲咯，唔系真欢喜咯。历史上就讲，因为工钱有钱都唔拉，因为工钱有钱都唔拉。后历史讲啊，后历史上，俩个故事实在系土棒哦，实在土棒。来历史讲，茅山寺的老板又在派 TC 业务员上山去买寺的啦。来历史讲，那个历史上就讲啊，错，寺的老板在派 TC 的业务员去买。生意总算做上嘅，历史上讲啊，系哦，我冇了解。TC 嘅生意系样板做上嘅咯，做上嘅。历史上讲啊，历史上就咁嚟讲啊，唔得想看那事。人想看那是老板派天嘅业务员冇买到班机，出冇。就历史讲，天嘅买一机，业务员系生意咁通嘅，写和尚嘅买去刮头出头嘅皮嘅。出头嘅皮嘅，来历史又在讲，第什么业务员建议出事买一些事嘅标材庙钱，方便上客到庙堂试写以后，再去礼佛参拜。和尚谈嘅面道有道理。所以买嘢十几，第三个买嘢十几事诶，历史上就讲啊，结果老板又再派 TC 嘅业务员上山，去向和尚探讨分扬佛法嘅道理，一切简妙嘅事情。这个有量根本处之堂，后历史上就讲，业务员对和尚嘅样板讲咯。历史上就讲啊，业务员将佛法白金水冲掉，建材下材金刚经。下有金刚经，有办法使领导学复杂，随时看到名到金刚经。来历史讲啊，列位高僧和尚天出为门，用乜嘅办法？历史上就讲，列位业务员讲，将金刚经刻在事嘅变方啊，随时就可以了解到
看到《金剛經》，以及一件也嘅廟堂嘅事情。邱律師講龐大個水木，龐大個水木，果面有道理。一個理事長就講，重點係事業嘢一期成本係18元，且金剛經嘅成本係18元，理事長，最終成本要28元啦，28元，理事長話，因為有揭示金剛經嘅事業可以使人來從事佛法應用道理，同時再加上本堂嘅堂號，市價可以賣到100個元，係一門真好嘅生意，也係弘揚佛法嘅好方法，同時有錢又來建廟。賴理事講，原來係創造事業附加價值，並將三項嘅使命作為事業另外一個促銷通路。金剛經也經由事業傳送出去。邱律師就講，理事長，安尼一個廟堂一年要停止幾多一道哇？一年要停止一道幾事業？理事長講，你係商業同廟堂嘅機密，也係商業同廟堂嘅機密。不等詳細講，他要是有幾十萬機油啦，理事長同賴理事同邱理事同時就講話，係哦，當強嘅頭腦，時間冇做嘅。我等來轉下，理事長就講轉啦，唔等2粒頭啦，我留下來喲。賴理事同邱理事就講報告理事長，請原諒，我哋冇問到產品附加價值嘅原理嘅重要性，冇問到產品附加價值原理嘅重要性。經常理事長大殺一詞，莫吹唔是低押金，隨傳隨到，也唔是限制出海並大天子書卡嘅，強開釋放我哋兩沙全部卡。拜託，理事長講好，加粗沙要唔等，輕鬆全部卡，順下我有限漲來了。各位鄉親，聽到個本文就讀到一隻嘅共有24分鐘空白秒，接把下來一個本文客語使用注解，請大家略嘅讀本大家做個參考嚇。一個林園就是個田園，比喻非常固態嘅意思。田園萬般是一切種樹個道，也係就是也是也係，但是也係有兩種嘅想法，一個意係那個基本上就前後不同，
前后不同。可以的也呢，也可以的也是前后相同，安尼吼。夹穷下啊，依照比例结合。头前呢，就前面的，其实附加价值，量呢好也是几种嘅产品，结合穷下，所以增加嘅价值，嘅就会讲啊，不管是产品也好，服务也好，也都可以讲，附加价值的道理，行销是指计划产品变成商品，等等一切嘅过程之中，主要系由产品、价格、促销、通路等四大项啊，所以有英文方面有4P 4个 P 嘅综合运用。第六，解释那个时候20讲不用讲。第七，唔到的里面唔到就本就给的意思，有把有买有是的意思。这个关系的是的转折句有买也是头买，唔买不是的时候唔买有买系有买系买言呢用在否定句、疑问句或者转折句第九，头那毛就是头发。这个第十，保准就保证一天了老板就是讲头家另外怎么会按就是很的意思。好，我简单读到这个，其他嘅呢，请各位乡亲也详细来读下安尼因为也有主音，有实验的主音实验强的主音，所以很易拼音来看图，看大下嘅图。一个第一个就是行销开拓商机，唔好抢便宜。而这个画嘅图呢，创嘅多金款呢，表示非常的不可能嘅意思所以人爱有福，但是话又讲出了，人爱有福气，自然有人相助，贵人相助第三，行销嘅头都讲到蹲头嘅，头拿剁下来做蹲头嘅嘅意思是讲那系咪有一期挨夜头拿能剁下来本意做蹲头嘅小凳子第三呢，就是讲第三名嘅污染建议初次无双买一些实嘅标材标签，方便上客到庙堂时以后呢，能去礼拜点香礼拜这个第四个呢，就行销赠送品，也叫做更新的赠送品，创造实惠的附加价值因为伊伫度里有些金刚经，那还有些更现炸的然后就是被变成一个实惠的价值，系传内出嘅，所以一点是像麦当劳样其他嘅用语系有一般人拿到有更新嘅一个实惠呢，就会感觉到挺讲究第五，行销嘅定义，行销产品嘅定义一个非常的重要一个第一个核心价值、核心产品这主要功能也是最基本嘅一个不管是服务也好，产品也好，就可以当作是商品。同时，我们推广客家语言、语文，也可以当作商品的一种的推广。所以推广一个商品、产品、服务，有这三种的概念。第一个就是核心
产品。第二个呢，第二是正规产品，包括包装、品质嘅信任、品牌、特色商品啊呢。第三个呢，就衍生产品外层嘅，就商业用语，卖后嘅服务、保证嘅条件、安装、易用、态度嘅都係第三層嘅非常。所以客家語言嘅推廣，要咩係當作商品嘅一種嚟做。所以大下第六個呢，就是用客家語言白話語文嘅功能性有一度嘅，要依照單個嘅圖呢，產品嘅定義圖嚟畫嘅一個圖嚇，希望各位鄉親有閒多多看下嚟。另外呢，亦個非常嘅感謝嘅台南師門嗰啲台南大學博士生李文歡鄉親啊，熱心客家白話語文嘅推廣與研究，並將阿廖伯研究嘅篇章錄音同文字啊，整理搭上面碟或者 YouTube， 提供中鄉親嚟聽、嚟看、嚟研究，非常希望大家感謝個名字一點呢就可以做出來。另外呢，一個本文嘅客家商業用語繪畫題材呢，將大家這個一個有名字啊，一個喺呢邊為做個中強嘅名字提供俾大家知道。一個本書呢是利用一個經濟學、企業管理、品質管治嘅 QCC 以及行銷嘅理論啊，寫作出嚟嘅，就如何創造買賣生可以做生意啊，嘅買賣方面，生產方面呢，講套利哦，所以生意就係咁嘅，生意自制商品，一個另外一個生意就是講買賣咁嚇。不管如何，可能大家知道，任何嘅講任何的anyway， 不管樣嘅，一個就係講將有形嘅產品、無形嘅服務，同時客家嘅推廣，要用商業嘅理論來推廣，來創造商業嚟創造效果咁嚇，以上希望大家感謝你，一共用32分56秒，希望大家感謝大家，再見。希望按自細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